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几个话题首先咱们看一看关于城管关于这个市容市貌。最近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看了之后让人哭笑不得是什么视频呢？大家先看中间该撕了，因为这墙上是国家的嘛，你这个咱是个店铺，这是我租的门市，我有使用权。那个咱是店铺，你有使用权，这墙你可没租下来，墙可是国家的了。墙是国家的，对，肯定是国家的了。你没把这墙怎么租啊？你说这玩意儿。咱别说那个了，咱就说也过了年了，然后咱影响市容也属于那都起来也破这个对联影响市容了是吗？对，也影响市容，这也不是你的公有财产、个人财产，对啊。怎么不是个人财产呢？你也没有使用权，对吧？大家都没使用权，这是国家的，这是个对啊。什么？乱贴乱画这属于乱贴乱画吗？也不属于乱贴乱画，但是国家的墙你不能这是我租，这是我的房子，我愿意怎么弄怎么弄。可以，咱不是现在咱是说的是过了年了，这个东西已经就是我没拍脸你说一下，就是已经过了年了，过了年以后咱这个东西已经过了，就是那个就是相当于有积极性。我撕不撕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咱可以把墙上的起码撕下来吧。您方便说一下公告我姓名，我好投诉你们。这个你要是觉得那个不麻烦，那咱就对着杠。反正这是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没必要什么杠不杠的，就是我没必要。你不嫌麻烦，那我就找你麻烦。怎么找麻烦呢？不是我们你不怕麻烦，我找你麻烦。反正你敢撕试试。这墙上必须得什么？你撕一行，现在你撕。不是，我看着你撕。我们不是说过来找你事儿的，我们就是给你下通知。然后这个东西是你没错，也这个对联也是你买的。你这个通知有法律依据吗？给我拿出文来，给我拿白纸黑字盖章的文来。这个墙是你能证明是你的吗？租出来了，你把那个合同拿出来吧。你把合同拿出来吧。你把你的文拿出来，怎么影响市容了？这个怎么影响市容了？是你家的吗？是我家的。墙是你家的。对，就是我家的。不用讲这个，不用讲这个。你拿出文来，怎么影响市容了？就是哪条法律规定必须把对联或者你怎么不说这个影响市容了呢？人家国家的人民养犬从我做是人家国家。这个我这个对联怎么就影响市容了？你告诉我。你不用着急，我们就是过来下个通知，哪个东西也不用。你把通知拿出来行不行？你下次你不能口头决定，你不能就是口头说一就是一首先这是人家公益广告，国家贴的，人家不能说征兵的广告，你不能，人家是往国家的，人家是国家的广告，人家往国家。你代表国家吗？你代表你把你的执法，你把证件出示一下是吧？你连证件姓名都不愿报，我怎么知道你穿个马甲就是执法人员了呢？对吧？我怎么相信你的说的话是国家的话、政府的话呢？有法律依据吗？你把你的执法权限你给我看一下，对吧？你租的是房子，房子不包括墙，墙是属于国家的。这个话说的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这个墙到底是什么墙？如果是商店的墙，对吧？那我租了这个房子，那这个墙我有这个使用的权利。如果这个墙是无形的墙，那倒是国家的，你想争也争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言论确实让人抓狂。你租这个门面，你只是租了里面的店面积，外面不属于你。这个昨天咱们节目里面介绍了这个大同他是撬锁破门帮你开灯，温暖游客的心今天是帮你撕对联，这个恐怕也是为了市容市貌，为了让游客看得眼里干净一点。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恐怕又是这个城市在搞什么文明城市，又是要统一整个大街上统一的风格。你不能贴对联，本来你想春节贴对联，这个是民俗这是提倡的，怎么到了这个城市你就不能贴呢？原来这个墙不是你的，你没有所有权，不是墙属于谁的问题。错就错在这个墙，临街的墙那是地方政府的脸，是地方官员的脸，你往墙上贴那就是往他脸上贴，这个没毛病吧？关于这个统一这个电招关于让这个街面整洁，什么天际线，大家知道吧？有一年有些城市疯狂的追求天际线什么叫天际线呢？实际上就是某些人从飞机上往下一看，觉得杂乱无章，摔了杯子，然后对吧？怎么这么乱呢？一声令下，出来一个天际线这么个概念，就开始收拾拆就为了
这个少数人从天上往下一看，整洁美观。哎，光从天上看不行呢，这还有很多人他要坐车啊，对吧？这个你要想一想啊，大街上路一封，然后这个车队过去的时候风驰电掣啊，那个速度特别快。然后你那个大路两边的那个招牌啊，如果乱的话，容易把人眼睛啊叫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感觉不舒服。或者有一种叫什么一日看尽什么长安花呀，总有点不吉利。你那个招牌乱七八糟的，五颜六色嘛，那人家车队又快，你想让人家啊扭头一看，眼睛乱了，心就乱了。所以啊，这个有一阵子啊，很多城市要求电招必须要统一，黑底白字，或者是黑底红字。那不信大家可以看视频啊。记住，凡是街边有这种统一招牌的城市，尤其是黑底白字招牌的，咱千万别去这儿开店，千万别去开公司，别去创业，也不要在这里定居。记住，千万别去，不要问为什么，反正别去就对了。我们不用纠结啊，这些城管，他为什么跑来要你撕这个对联？为什么要来统一这个电招？你跟他去据理力争，那都没有用。他是一个执行者，一方面说明啊，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你看，显得大家都很忙，你就养了这么多人都有用处的，都很忙啊，对吧？今天忙着是拆电招，明天忙着是给你装电招。这个城管呢，我记得前几天我看个新闻呢，我真是哭笑不得啊！是哪个地方一个城管主动的跑到店家，要求店家把东西摆出来，大过年的你应该把东西摆出来路上摆着，这样做生意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以往是城管赶，对吧？你把东西摆出你那个很多临街的店铺啊，喜欢把东西摆出来的城管就都管了，你这有碍市容啊，罚款把你东西抢走，把你店给封了。哎，现在反过来了，城管直接到了店铺里面跟老板说都已经9点了，你还不把东西摆出来，对吧？过年过节你不摆出来做生意，什么时候做啊？你看看啊，这叫折腾，这就叫添乱。人家摆不摆是人家的自由，你别管人家，就养一群这样的人，颠来倒去的，翻来覆去的，显得他很忙，你这个钱又花掉了。你看养的就是这么一群人，没有这些人折腾，这些商家人家自己运转的好得很。为什么搞这样的反复无常，就像方书院的这种事呢？就是折腾，制造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解决完了问题，给自己来个表彰，自我表扬一番。这个还是管得太多啊，就像计划生育一样。前面不让你生了罚款，把你房子扒了，把你猪牵走，超生游击队，这个小品大家都看过吧？结果没过多少年呢，现在又改成劝你生，不生人家街道还关心你，完了生了完1胎还生2胎，生完生3胎，来鼓励啊，给你优惠。你说这不就是折腾吗？来回折腾，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不受制约，为所欲为，想一出是一出。一个城市的灵魂呢，被裹进了这个千篇一律的这个塑料招牌里面，黑底白字，蓝框红边，字体统一，看着就像那个殡仪馆的丧葬讣告一样。然后尺寸统一，精确的毫米级，这个属于一种叫暴力审美啊，整齐划一。这些城管呢，挥舞着市容整洁的大旗啊，将这个街头巷尾整治成工业流水线上的棺材铺一样，然后再冠以规范管理的名头，哪有什么审美啊？当包子铺、咖啡馆、书店被塞进同款制服啊，所谓的烟火气就成了殡仪馆的消毒水的味道，霓虹灯、遮阳伞、各种招牌啊，变成了无序混乱。说来说去啊，有点这个前苏联式的审美啊，叫整齐划一，动作一丝一毫不能差。这还是审美的问题啊。实际上呢，它背后远远不是审美的问题，是利益链的问题。把这个原本的招牌砸掉，换上新的招牌，这一砸一换，这预算多少呢？这里面的油水啊，比这个招牌的底色还要厚。等到商户自费拆除旧匾的时候，或者商户自行安装新的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所谓的这个市容提升、整齐划一，不过是权力和资本合谋的屠宰场，形成了叫僵尸美学和贪污腐败实现合流。我们说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米莱的改革，甚至连越南都在改革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再对比一下，这些人叫无事生非啊。如果你说花了钱养着一帮闲人啥也不管，那还好事，就怕养了一帮人，这帮人还在倒行逆施啊，人为制造障碍。我以前一直举例子就是咱们10个人划船呢，如果大家齐心协力，这个船划得很快。但是如果有3个人反过来划，那3个人跟剩下的7个人划的方向不一致，那实际上你这个船提供动力的有效动力那不只有4个人。如果那个3个人他不反着划，他不捣乱，他就休息，他躺平，那你那个船上好歹还有7个人在划，
内耗，所以我们大量的财富是内耗掉了。这个商店的招牌一拆一装，对吧？所谓的市容市貌整洁，这些本身就是在内耗。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应该减少内耗，学一学马斯克，学一学米莱，学一学越南。这个是真正的开源节流。我们不能指望让那3个人下船，那我们至少可以要求那3个人你别动，你不愿意划船你就歇着，行不行？你别折腾老百姓，别再折腾这些商户啊！什么半夜把人家门打开去开灯，嫌人家墙上贴了对联，有碍市容，你说这都叫什么事？第二个啊，我再聊一聊这个电影《哪吒闹海》。为什么聊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呢？因为我没有看过这电影，我也没时间看。但是这个电影的票房很高，我的观点啊，对吧？我不去看，我分析，我认为这个是很多爱国流量呢没有割好。本来是这个什么《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还什么《蛟龙行动》啊，这些春节之前被看好的，喉舌啊亲自下场宣传的这片子，遭到了影迷的唾弃、反噬，用脚投票。但是啊，这个气氛已经被烘托起来了。这个院线啊，他们对吧？根据大数据，他一看这个原本啊准备拿这个《射雕侠之大者》赚钱的，充当这个顶梁柱的，一看不行，所以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顶了上去。排片啊，那基本上这个黄金时间档，那恐怕都是哪吒。排片的场次是别的电影的几十倍，很正常啊。院线要赚钱，哪个电影好卖就排哪个。既然你这个侠之大者不行，瞎了，那就上哪吒。这是我的观点啊。但是我看很多人呢，一副山猪没吃过细糠的样子，非要说这个哪吒魔童闹海非常好看，非常好，这很正常啊，因为你没看过什么好电影，对吧？你对电影的欣赏恐怕停留在某一个层次上面，还没有上去，所以你容易不是被这种电影感动，就被那种电影感动，泪点笑点都比较低，对吧？国产电影啊，取得什么几十亿的票房，你不要激动，这里面都有猫腻。你想一想，一个被阉割的电影，它就是好到哪里去呢？对吧？一个太监他再厉害，就再帅再好看，又能怎么样呢？就你这基本的道理你没搞明白。正好今天啊，财新你看发了一篇文章，他这文章是一个调研啊，分析叫哪些城市更爱看哪吒。他通过数据分析、票房分析，他得出结论，哪些城市更喜欢看哪吒呢？说创影史最高票房记录的必要条件，他是列了很多数据啊，我这不一一介绍，我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他说哪吒之魔童闹海是一部更受到第一线城市偏爱的电影，来自第一线城市而非来自高线城市更多的青睐，也许将成为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文化作品获得更高票房、更高回报的一项必要条件。我翻译一下好吗？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3D 人士的青睐。当然了，这么说啊有点刻薄，不完全对，但是这个财新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低端第一线城市青年更喜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难道是巧合吗？他是有数据的啊。他说截至本文发布时，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达到了60亿，超过长津湖，成为国内影史票房新高。他说票房很高的电影都有一些什么特点？我们获取了2017年1月1日到2025年2月5日每天每一个电影院每部电影的人次票房数据。那这就是个大数据啊，他通过这个大数据来分析，将每一个电影精确到曲线，我们进行了一项计算，哪些城市更爱看哪吒。他说从每一座城市的观影人次排序就能看出城市之间的观影偏好差异。截至目前，哪吒之魔童闹海观影人次上海市排第一，而北京市则是票房第一。但是这个先不要激动啊，这个并不是说明上海和北京更喜欢这部电影，就是从这个单一的电影来看啊，哪吒闹海啊这个电影，你按全国这曲线来看，那北京、上海排第一很正常，因为啊，你但凡是个电影，恐怕都是北京、上海排第一，是吧？因为北京和上海在任何电影中都是票房或人次第一，所以啊，我们要看哪个维度呢？我们要看的维度是在这个城市内部每一部电影的票房或人次的排序，也就是在上海，上海人更喜欢看什么电影，北京人喜欢看什么电影？你看啊，截至2月5日的数据可以画出上海观影人次的排序，也就是截止到2月5号，历史上所有的电影给你排个座次，按你的票房和人次啊，排第一的是《战狼2》，排第二的是《复仇者联盟》，排第三的是《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排第
11，这是票房排序啊。如果按人次排呢，它是排22，也就看的人更少。那北京排第一的也是《战狼2》，排第二是《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排第12，这是票房12，观影人次是23名。那这是北京、上海的情况。那么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的城市啊，比如说河南的驻马店，这个财新网啊，它给出数据啊，截止到2月5号，排第一的是《哪吒之魔童闹海》，无论是票房还是人次都是排第一，历史上第一。它这个第一啊，而且还远远超过排第2名的李焕英还有《满江红》。你比如说啊，在北京和上海啊，排第2或者第3的叫《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但是在驻马店是排第28名。不光是驻马店有这个现象啊，说在大部分3线和以下城市均出现了和驻马店这样类似的现象。然后这个财新网它搞了个指标，什么指标呢？就是某个城市对某个电影的偏好程度等于某个城市观影人次除以全国观影人次，比上某个城市影院座位总数除上全国影院座位总数，用这个系数来表示这个城市对某个电影的偏好。根据这个指标啊，上海的偏好啊，当然它这个是把那个春节档贺岁片排除在外，就贺岁片啊不算，因为贺岁片为什么不算呢？因为它那个口味不一样。上海的排前5名的是寻梦环游记、异形、夺命剑、头号玩家、信条、阿凡达、水之道。北京呢是寻梦环游记、阿凡达、水之道、芳华、夺冠、信条，这都是非贺岁片啊。那么驻马店非贺岁片春节档电影中偏爱前5名分别为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送你一朵小红花、800、穿过寒冬拥抱你、前任4、英年早婚。也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出啊，不同的城市啊，这个对观影的偏好是非常大的。上海非这个叫贺岁片前5名全部是进口电影，你看看是不是跟上海这个城市的格调还比较般配啊？偏爱进口片。北京呢前5名里面有3部是进口片，有那个芳华和夺冠是国产电影，略有不同啊，也恐怕是北京的这个政治气氛呢稍微浓一点，比上海。但是驻马店偏爱前5名全部是国产电影。也就读者就问了，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偏爱前5名里面把贺岁片春节档给排除掉呢？答案很简单啊，它是因为春节档期的人口差异和平时差异很大，观影习惯也差异很大。如果不去掉春节档，那么驻马店偏爱前5名将会有4部都是熊出没，你说上哪儿讲理去啊？然后这个财经网说啊，什么样的城市便爱看什么样的电影，算出不同城市对电影的偏爱程度后，便可以研究什么样的城市特征会和这个城市对某一部电影的偏爱程度相关。然后这个财经网它列了很多图啊，这个图非常多啊，它列出了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各个城市偏好程度与各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城市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个财经网使用2020年人口普查中各城市的人均教育年限和城市化率，得出个结论啊，城市化率越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城市，对哪吒之魔童闹海偏爱程度相对更低一些，相关系数为负的 0.4。 然后财经网说啊，被谁偏爱的电影容易拿到高票房。他说我们提取了近8年来每年票房的前20名，去掉熊出没、喜羊羊等专门提供给儿童看的动画之后，计算了每一部电影在各个城市的偏爱程度和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城市化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定义为一个电影的教育偏向系数和城市化偏向系数。这2个偏向系数分别表示电影更受什么样的城市人口的喜爱。根据他这个统计啊，他得出个结论说，一部电影如果其教育偏向系数和城市化偏向系数为负，或者用通俗的话说啊，一部电影在4、5、6线城市有着比1线城市更高的排片上座率，那么这部电影将更有可能获得高票房。然后有读者就说了，这个负相关是否可能和春节档的人口重新分布有关系呢？因为你这个春节档那不是全国各地都从长三角、珠三角、北京、上海回到了农村吗？回到了5线、6线城市，那这些人返乡之后在当地看了，导致这个5线、6线城市这个票房高吗？这也是个问题啊。所以说啊，你看这个财经网解释啊，他说一些春节档电影票房更高，同时受到了教育程度更低、城市化率更低的城市更多偏爱，是否只是因为春节期间人口返乡消费导致看起来这些城市排片上座率更高了？
蔡新华他又拿出了数据啊，他又拿了2张图，列出了春节档电影的教育偏向度和城市化偏向度，他们票房之间的关系。当电影全是春节档时，人口再分布的效应自然不会造成影响。可以看到，若是将样本仅仅集中于春节档，那么教育偏向度和城市化偏向度系数和票房之间的负相关更为明显，达到了负的0.6到负的0.7左右。在春节档电影中，更受到第一线城市偏爱的电影仍然有着更高的票房，而且这样的效果比平时反而更强。所以蔡新华他又对比国庆档，因为国庆档也是电影的那个黄金档啊。那么国庆节返乡的就少多了，对吧？不受这个返乡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第二个呢，还返乡的，因为国庆节那很多人要到上海去旅游的，也就是更多的人会涌向北京、上海，上海会更拥挤。那按理来说，北京、上海的这个票房是不是更高啊？所以你看蔡新华的分析啊，他说国庆档在这个档期，人们不仅不会大量返乡，高线城市还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旅游人口。在这个档期，教育和城市化的偏向系数和票房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他又给了好几张图啊，得出结论说，可以看到，在人口没有大量返乡的国庆档期，依然是受到第一线城市青睐的电影会获得更高票房。然后最后这个财经网的这个记者作者他总结他说，这个春节笔者在上海带孩子去看了哪吒之魔童闹海2次，这哥们儿还真有时间呢，看2次。他说，完美的视觉震撼和诙谐的剧情让孩子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讲到敖丙看到土拨鼠的碗，孩子回忆起来也忍不住哈哈直乐。但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上海、北京等地显然并不是受到偏爱的电影。截至2月5日，哪吒之魔童闹海观影人次离头几名的电影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距离同样是春节档上映于2018年的春节红海行动还有着50%左右的差距。而上海、北京等地相反，就是与这个地方相反，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4、5、6线城市，哪吒之魔童闹海早在2天前就已经成为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双榜首。哪吒之魔童闹海是一部更受到第一线城市偏爱的电影，且其偏爱程度在各个电影中数一数二。在低线城市，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排片率、上座率均远高于一线城市的相对水平。这个让我想起了你拍什么片子赚钱，那你就得割什么样的韭菜。这就有点像那个拼多多农村包围城市。你要想这个电影的票房爆火，你就得抓住这样的人群。什么人群城市化率低，教育程度低，虽然没说收入那差不多就是3D 人士嘛。这是财经网的观点，财经网给了数据。最后再提醒一下你要记住了，你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不一定是好的，只能说它正好符合你的口味。你喜欢吃豆腐乳，普京说他喜欢吃鱼子酱，你非要告诉普京豆腐乳好吃，你是怎么办呢？普京又不能打你。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